什么名字？在宫中现任何职？奴婢云竹，在宫中司制司任浣衣婢。请云竹姑娘这就去收拾收拾自己。皇上今夜要请你作陪赏员。奴婢身份低微，不知陛下是何用意？云竹姑娘还真是有些痴啊，这可是天大的好事。若能讨得陛下欢心，以后入主一宫主殿，说不定奴才还得唤您一声娘娘呢。你们怎么能这样呢？感情讲究的是两情相悦，你们怎么能强人所难呢？何人说话呀？孙大人，这个女子就是给大哥献药的。哦，这个就是给太子殿下献药的宫女。对。哦。父皇容禀，昨日儿臣得以治疗心悸的神药，一剂服下，顿觉心胸舒畅，神清气爽。后来才得知是陆姑娘进献的。儿臣本来想去司制司寻陆姑娘，向她道谢，却没有寻到。原来是今天来给皇祖母贺寿了。儿臣斗胆向父皇请旨，破格提升陆姑娘为司药司女官，调派到永年宫来为儿臣试药。哀家觉得甚好。也好，永元宫看似危险，实则却是最安全的地方。只有在大哥身边站稳跟脚，徐有贞才动他们。谢皇祖母。刚才可是说朕强人所难？云竹啊，你可否愿意与朕同游御花园？奴婢愿意。云竹，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，对不起啊。不要说对不起。那我们分开之后，是不是就没有办法像现在一样，每天都待在一起啊？你呢？之后在永元宫当差，没有我在你身边看着你，一定要时时刻刻谨慎小心，千万不要再闯祸了。那我们之后还是好姐妹、好朋友、好闺蜜。即使我再努力，还是一样的结果，甚至感觉更糟了。现在的云竹应该很难过吧？阿文为什么要杀我？不过也罢，我要去永延宫当差了，在韩章宫当卧底这个任务，他们另寻高明吧。弟弟失踪多日了，这是谁在使用竹笛？奇怪，阿文不是说只要我吹这个笛子，他就能听到吗？他倒是来啊，连狡辩的机会都不给我。哎，你听说了吗？什么呀？四皇子好像要提前就藩了。四皇子。目录清单：丝绸、毛布。殿下为何要将这些都列出来啊？这叫目录管理。
将就番所需要的东西按照名称、用途做排列，需要的时候可加快搜索速度。原来如此，原来你要就番是真的呀。仙儿，你将要带的东西，按照分类填在这目录里。好。仙儿，啊，用这根，这根已经站好了。谢殿下。我已搜集好徐有贞贪污受贿的证据，也联系好老师生前的部下大理寺青牵头，连同人证。明日，他们将会向父皇一起进言，让父皇重审此案，替御驾伸冤。这么多年，我们一直忍辱负重，处处如履薄冰。如今好不容易收集到这些线索，怎么可以如此就轻易交出去？不然你想怎样？徐有贞那个狗贼，我要让他和当年的余家一样，受尽家破人亡、千刀万剐之苦。殿下不也和心儿一样的想法，才会一直韬光养晦，等待时机吗？心儿，之前我可能是这么想，但倘若我真的那么做了，与徐党这帮狗贼有何分别？我们要复仇，就要跟他们堂堂正正的较量。你不要再以身涉险了。殿下，你真的变了。心儿，你要相信我，明儿一切就尘埃落定，我们也会去平凉府，开始新的生活。好，那心儿先去整理书籍了。儿臣斗胆向父皇请旨，破格提升陆姑娘为司药司女官，调派到永延宫来为儿臣施药。小贾，你先在安全的地方等我，等尘埃落定，至尊玉定会踏着七彩祥云去接紫云。